我买两饼甲饭圆，再加小豆奶，再加上油条啦。好，谁来？拍谁？你这要不要干脆点我们的套餐呢？这样会比较划算一点哦。啊，对，套餐。有啥差别？有差啦，有差啦。安尼哦，你的豆奶哦，会较俗5块呢。这样好。5块。好啊。哦。那搞开套餐啊。哎呀，好，3号餐哦。刚好50。你稍等一下哈。菜人哦，哎。小姐吃什么？老板，你们都没有奶茶吗？我们这边是比较传统的中式早餐店啊，就像我们豆浆一样，都是纯手工、很天然的。要不要试一杯看看？很好喝啦。试看看。那我吃你们1号餐配你说的那个豆浆好了，我要热的。好，热的哈，马上来啊！谢谢。热的豆浆哈，来，谢谢哦，稍等一下。谢谢啊！嗨，吴大哥。吴大哥，吴大哥，我食恁家的豆奶烧饼油条啊，食啊侪年啊，来啦，想袂到啊，今仔日啊，恁的店啊会变甲遐尼水啊。哦。拍灰色的炊烟，小暖的天际线，平静的一年秋天，给路红给茶叶，落入乃是田野，多地嘅有個幾行嘅，來去去嘅鬧熱，順沙很轉小山嘅時間，思念一遍一遍，有深有浅，难有你在身邊。给粮食啊，都跟你讲要卖偷船。哎，老太家没死哦，太家的树啊都砍起来。哎呦，唔似咁咩答應愛買嘅呀？哎，好嘞，好了哦。應該冇問題啊。哦，哎，我可以買。哦，好。哎，好了，哦，仲酸哦，做得煮挑奶的啦。好了。好。哎，好。阿芬哥啊，你記唔記得？那個拖船哦，賣到太好嘞。哦，早晨哦，還蠻9點呢，就冇東西好賣嘞哦。當然記得了。這樣時哦，係都在想哦，去編埋嘅東西出來賣哦。記得要問你個就開始煮嘞。錯吼，阿公叔公，敢會打嘴鼓，我都唔記得咧。阿芬哥啊，大伯哦，你老水辦處理好哦，就本日早啊，太火誒，天都會死啦，還走到點多罵你呢。係記得啦，有隻泰國，佢哦打敗來哦，長春哦，水辦啊，包嘅啦，佢就罵唔罵呀？你们这个做生意的哦，你们为了便宜5塊錢的套餐，你们就騙客人的錢，欺負客人，害他哦排隊排很長啊，最後都買不到他要吃的東西嘞。哦，你好巧好多動槍呢。哎，佢媽有人用的哦，懂哦呢。你们这些混账东西啊！做生意不好好做，搞这些什么花招骗客人，开着豆浆店啊，没有烧饼油条，什么玩意儿嘛啊！不是没有烧饼油条，是卖完了，你自己晚来买不到，你怪谁？还敢狡辩啊！顾客最大不知道吗？啊，是，开店就是要让客人满意嘛，多做一点来卖不行吗？啊！做生意啊，不要老是想着要赚钱，多请些人来帮忙啊！
啊，才不会让客人买不到嘛，是不是？是。不是嘛，大哥，这不是请人的问题，我的店就这么大，我能请多少？还有理由啊？那个做生意做的这么嚣张啊！我给你们的教训啊，是不知道天大地大啊！就这个玩意儿啊！干什么？谁都不可以破坏我妈妈画的海报！哪里来的小丫头啊？没有礼貌啊！对谁大小声了？你给我下来！不要！啊，你这小心啊！你呀，你呀！怎么这么重啊？哎呦，我的腰啊！哎呦，痛，来，快，站起来，这是啊！哎呦，痛，唔怕。你也手痛，我腰怎么办啊？哎呦喂呀！哎呀！翻译。永生豆浆店自从重新开幕之后，生意是越变越好了，好到连外地的游客来到这里玩呢，都会特地的跑来排队，想要试一试味道。老板，你们店这么成功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传统的中式口味，还有全手工的制作，才会让我们的味道这么独特，这么好吃吧。还有我们的套餐，我们套餐有设计的，就是很划算，很有创意，所以我们客人都很喜欢呢。是，老板，您身后的这张海报价目表制作的很漂亮，是特别找人画的吗？不是，这都是我太太画的。哇，现在也变成我们店里很大的一个特色嘞。哇，前2天有一个人差点把它撕下来，多亏我女儿把它挡下来哎。哇，感觉你们店内有趣的故事还真不少哎，可以再麻烦老板多分享一些你们开店或是开店筹备过程中印象深刻的事情吗？这个就是。妈妈，你真的不上去看吗？报纸的记者阿姨说你的海报很漂亮。妈妈，你怎么了？我去找爸爸。贝我太太，你看把她画这样，有没有很像？她平常。爸爸，你赶快上来！嘛该事情啊，有呢？妈妈说她很痛。痛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等一下哈。用啊！用啊你了。用啊！用啊！妈妈！阿丽！用啊！用嘛你了？妈妈去医院啊！你帮我啊！处理啊！先医院，来，先医。啊，听听嘞。没事啊，你去医院啊！医院哈。没事啊。哎，没事情。医生，我太太的诊断报告出来了吗？我们到后面去说吧，让你太太再多休息一下。
徐先生，你太太的切片检查结果很遗憾是恶性的。所以是乳癌。以目前的大小来看是2期，而且是2B。我会建议尽快治疗，先手术再做化疗。尤其现在怀孕也才25周，就算要做剖腹产，婴儿也还太小。那有没有可能等小孩生出来再开刀？当然也是可以，不过要承担一个风险，就是在这段期间，癌细胞有可能就会快速扩散了。阿玲，因为原來vì冇爽快冇，我是慘冇。先生老唔講乜解啊？我家下一腔有糖到，唔對聽到杯講法。有乜嘅事情就直接講啊，係唔係有關我嘅檢查？結果唔樣誒。先生講，很硬硬。硬硬。一天你起，我日日以嚟，一隻聲音呢，係冇愛咧。唔講聲音都冇愛咧，係乜嘅意思啊？都是都有係聲音呢，就做唔得做化療。故說一隻聲音呢，係冇愛咧。唔要講係出亞種法，佢咩係唔嘅聲音呢？愛啲，唔過一下青春有嘅，係老人嘅病醫好來。嘅聲音呢？喏，聲音呢就冇重要了。當然重要，唔過唔係較重要，唔點喎？驚我開刀攞佢姜下來，我做得提作姜啊！你去攞眼門記，看我做得成老聲音嚟姜下來，過來醫麼？唔去門啊？唔是門啊！先生要講。期末一段3-4個禮拜，怎做的？好啊，我做得等。我用的等啊，還有一個人員呢，係講我病變到嚴重。我會完，唔怕，俾多一隻聲音呢，記住。我都做得。唔過我做唔得，看安艱苦，還有你兒童力氣，弄幸福嘅，有得聲音呢，可能。人就係老氣冇言啦。
有咩都冇，佢肯定嘅挺痛呢，唔盼得。冇叫你啦，冇叫你。哎呦，你叫到安尼？點解啦？佢話你啊？我都有啊。係啦，我都有啊。來，食濟啦，吼，有位攏好食。來4號餐啊！啊，今日食啥？包一個飯丸加一個豆泥。多謝飯丸跟豆泥，飯丸跟豆泥哈。飯丸豆泥哈。秋怡姐，那個飯團豆漿啊，沒可以嗎？哦，飯丸豆泥，來。阿玲啊，你有冇見 Q 啊？阿玲，阿玲，哦。阿玲，好，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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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谢谢豆浆嘛哈。哎，乖，哎，3套烧饼油条哈，哎，拿好哈，谢谢，再过来哈。哇，哎，娟姐，那烧饼卖完了，下一炉晚一点出啦。啊，如果赶时间的客人跟他讲不好意思，不赶时间，请他等一下，马上去看一下，嘿。哎呀，生哥，生哥，哎呀，用啊！哦，用叫到安尼，啷，你说阿姨要数钱呢，你啷个？哎呦，下啊，不，好，哎，好啦，哎呦，下，哎呦，娘哎，哎呦，叫真起来哦，哎呦，好，娘哎啦，感动嘞，哎，你呀，好嘅事情唔想啦，请记得哦，唔好嘅事情啦，记得哦，你心啊好教。哎呀，你是真紧哦，喊糊涂啦。也唔係講我唔好吐啦，請比你二你次哦，佢哦較敏感些咧。佢喺頭腦哦上動到嘅人哦，生意呢都一樣啦。你是哦，像我安全感天天嘞。講到吐小火，還哦按好叫嘞。錯啦。又係用嘅，調色哦。哦，懂好呢。懂行啊，做得啊。做得。好。嘿，阿你去做乜嘅？啊，冇啊，藝術嘅哦，表演講天啊，原來看好嚟嘛。阿公叔公，藝先送去講天花哦。嘿，喂。爸，还用手。一睇咧，因為前呢個電動係先煮咯。哦，也係哦，手漿啦，安尼煮哦，還有調味啦。喂，有乜嘅事情啦？今日還有啲嘅做條呢嘛？嗱，唔喺度直播，冇可能。唉，今日囉囉嗦嗦又拖拖幫幫，看到會難哦。
啊，古早其他都有讲嘛个重要嘅事情嘛？无啦，你像迄啲嘛该，阿公个提款卡密码哦，伊无讲啦。林书汉老爱正经的喂。哦，好啦，你打工有嘛个事情啊？我澳门人都俺不要什么个呀？我去市场买菜。一人懂做呢，你就可以买菜哦。真嘅无要继续看直播。唔免讲其他都无讲嘛个重要嘅事情，做嘛看？咩係有講神奇嘅事情啊？像係哦，阿公公說阿姨細事就前無後圖，當好狗呢。我真係冇想到，說阿姨按酷嘅人嘅，竟然要會當好狗哦。做頭呢就做頭呢，講佢閒些時節嘅事情做嘛個？人用會啲其實有字，係阿爸呢。媽，你先去買菜啦，你做嘛解哦？大家都會死搶搶啦。我直播觀眾很多，尤其細阿姨咪啲看啦，佢應該咪想愛啲阿公公嘅事情。我先去處理直播啦。好，先安尼哦，莫過打來哦。我幫忙講說。等一下張大貨卡電話就好嚟啦。好 ，love you。唔過樓梯咱做到按手，係我用嘅你啊？就用不了啊。雖然哦動手哦，不過呢，生意哦超好咧。叫咩？我手機勁響嘅。哦，好啊，爸阿用數，我先上去講吼。好。不错哦。哎，我介绍你放心啊。当然了。我们看差不多了，准备要去下一个点。 Let's go。走啊，走。哎呦，兄弟哦。乃是某公会带你过去哦，你才想办法啦。國母呢？國母呢？好啦，乃是帶佢兩手去附近樓樓啊，就可以看屋嘅啊。好啦，你就先去，我晚點騎車過去。我現在一起跟過來。不要理他，我們走了。好，騎車小心哦。去了。我跟你們講，這附近有一間百年老店，我帶你們去吃。哦，加油！嘿嘿。來。很忙，喊我呢個一拜你唔記得啦。啲啊，不過你是哦，真好事，很忙呢個加迄個米奶粉啊，唔係愛做挑練幫意思咯。係看哦，要不就留下來。你先記到死咧，還是買個米奶粉啦。你還撈到幾歲人了？愛撈到哦，你是哦，唔是挑練哦，係因為哦，冇人做加米奶粉的挑練幫意思的。你真嘅冇了解人家什麼理性，佢家是啊，終於愛用嘅色啊，佢自家就會煮，唔是等多陪人啊煮本意色。你是唔是挑練哦？係咪係嘅米線冇重用啊？理性嘅什麼啊？有紀律，你自家比我還看清楚。你是哦，講米線冇重用，將42歲咧，
还在想哦，佢咪是无差很多啊，根本算唔出来啊。你是嘛？老家子行高无穷样，佢无说行咩个内水，佢迄是挑年胎个。还对你是哦，无了解啦。哎呀，阿玲哦，咩迄咧？还在想哦，迄唔迄哦？你是哦，无识阿玲的内水哦，故说对阿玲哦，唔亲呢。乱讲，哪有唔亲啦？大三人哦，就有切下个身体听听啊。不过阿玲对你是哦，就无办法咧。伊逐摆讲哦，也说人哦，迄句哦，人生哦，最大嘅功课咧。哎，给给。切，是你切，好红咧。国衰，我手拿小碌碌嘅挑恁碌哈。红嘞！我不要穿，自的好远啊！松开扶唔到来，夹做好我不要。起立行，走支付，那送到散吗？我不要！我唔会躺啊！我要翻你了！唔怕啦，妈。我要去做啊，点，阿叫。好啦，叫。我要去做啊。OK 啦，妈。好嘞啦，莫叫咧，我叫就会变这哦。来，数。可是衣服还是好痒。来，这里。好嘞啦，等一下啦。咱不要吼，支付外国老人世加200，哈？迄讲哦，你有乖乖烫发，变好爱就买变本色。来，好。快来！来，这走嘞。来，阿玲。阿玲，没事，总会有体力啊。今日下晝我做化療，咪個平氣。就是因为唔少上爱开店，故说我想做啲下主去啊。你講乜解啊？
左顺戏、下主戏都强用咩？因为迄爱配合唔懂言辞的强用。所以，留下还要懂得名校啲定，佢嘅戲啦。行戲唔啲定啊，都唔一萬條年嘅錢。是的是，係唔好？小哥哥跳呢愛來了。来，老板给你。啊，谢谢。谢谢等一下啊。好。来，我给你等啊哈。好。哎，离掉。啊。哎呦。阿勇叔叔，带我去上学。哦，好。上麒学啊麟，等我一下啊。唔行去你嘅做嘛嘅？唔是去學教嘅。阿玲，你要做好了呀，你啲裝備係空調好呀。咪做唔得嚟睇數，那想我做嘛嘅做唔得嘅。唔係啊，這意思啦。你先走，我們去念書哈，上學。唔是，我妹，我去搞背帶。唔係唔去學教係嘛？跟住請假，貼我下天數，嚇。100分，等我哈，100分。你剛剛以後告啊，你是修了。老板早安。妈妈，你不要不理我。妈妈，你不要不理我，我会乖，我会好好采衣服，我要去上学。妈妈，妈妈，你理我一下嘛。妈妈，你不要不理我，我会乖乖的。你不要不理我，妈妈。妈妈，妈妈，你理我一下嘛。Andy 咧看天已經冇嘅咧，唔加來啦。要他出發過去。
无啦，唔哈人真着的啦，这路不用下来啦。走开啊，莫过来！妈，你畜怂啦！镜头捧奶啦！莫名啊！你是在喊不哟？唔知见笑，我当狼眼唔知，你等你做这条不得不亲嘅神父，连骨照出出，啲老辈唔知觉到几条死来，还不死来，钱都冇下来，唔知见笑啊！唔知见笑！妈，妈，安尼当危险，这路不用等啊！冇，冇资格命令爱哦，爱非都唔着，等伊做到办事，结果没杀到我，爱人能够决定呢？我回来啦！要不很爱，要不很妈，爱我们呢，冇可比。几眼咯？妈，唔喺捱嘅完成廣告哈。所以，苏汉啊，下来是张志豪嘅挑战咯。来嘞，来，哦，张志豪哟，来，哎，来，安子些哦，有没有？同鄉當頭嘅美食哦，聊點都平常做嘅真件物重用嘅。當然咯，真功夫誒。哇，咁美食真正動針呢，比下店都賣嘅還較好食嘅。係因為講翻咯。我係講正經嘅啊，咁美食哦，真正動好呢。也就係所講嘅美食，真件做得老頭係嘅香味完全做出來嘅。錯，咩唔單搶氣哦，嘅生薑熟薑哦，嘅煮法無同樣天天啊，很重要嘅哦，係托最好嘅黃條同最好嘅水質，黃豆香，水質好，挑煉嘅米食哦，自然啊就好食咧。哇，食材很讚呢。我一下就想愛個食一碗鳳手餅了哦。實在冇好啦，我唔會為到你哦，做假一擺。好啦，嘅安尼哦，我個食兩飯就好了啦。媽，謝阿姨，你要喊啲看哦，今日仲來試挑戰啊？冇，我要試槍槍了。不是講啊，這種手工做嘅挑戰，哪有可能唔好食？一種挑戰雖然好食，唔過係講愛睇動物，應該冇辦法呢。我唔錯啦，不過想要按樣賣哦，愛個較多嘅人留時間，
啊，嘅人就抢好多人，抢下来做就好了啊！我知道一下嘅人哦，唔讲东西贵，抢讲哦无体配又无好事啊。啊，其实哦，阿舅就係想本店度嘅产品无强用，怎会更大办呢？错冇？啊，妈来嘞！你呀，郑奶奶，哎，走，哎，张祝好的哦。来，妈，唔使看啦，你一定会中意啊。啊，唔係講冇開店嘅嘢，做乜人做頭呢？哎呀，唔係啦，你想哦，講愛做嘅頭呢哦，唔好說啦。反正你還冇開店啊，時間多，我就想哦，做到嘅好是個頭呢哦，來證明來做頭呢嘅真功夫。講嘅當槍哦，是有理性，曉得用嘅係好頭呢。人開店嘅可以20年嘅人就生唔出來。哎呀，沒，我唔係那意思啦，哈。娘誒，你是懂針嗬？都是咪啊？錯噶，然後人店都賣嘅差唔多嗬。啊，人出來做一種嘅挑nen來賣啊，然後手工嘅蘇州燒餅油條一定會賣得好嘅。人就莫個用機器同便宜嘅黃條來做挑nen啊。而家係打算去來做挑nen呢？係？你哋呀蘇州嘅挑nen要幾多本錢來做冇？也應該係本地嘅黃條嘅嗬，阿勇說。亞種黃條嘅老進口嘅一公斤差幾多錢啲冇？亞種挑nen哦，自家做來是做得啦，外賣哦，了錢做冇本啦。冇啦，條擺哦，咩蘇州嘅哦，一桶嘅拿來賣啊，也下老闆哦，青島店安尼做嘅。唔講現磨嘅的哦，佢下都咩係機器做嘅呀，佢下都係現做，唔係蘇州嘅。下一講吧，你想我再過來買一種蘇州嘅頭呢？佢係哦，像個星巴克嘅咖啡啊，一筆賣100個元，唔是啊，80元就好，佢我就冇意見啦。哎，冇想要買蘇州嘅頭nen啊，哎同阿勇哦。做頭nen哦，2個人哦打嘴鼓，大家歡喜就好咧。唔做乜嘅哦，鬧事情哦複雜，氣氛哦也唔好哦。唔做乜嘅哦，做乜嘅講啊嚴重咧。唔嚴重哦，人全部係頭nen後台嘅呢。頭nen啲人物卡就係大事情，唔咩係？唉，奇怪呢，係講東，唔像係講西。哎呀，好嘞，哎呀，大家莫講嘅啦。阿生哥啊，攞嚟天數辦東西啦。來啊！你嘅咩來天數？好，排勢啊嘛，愛亂講啊，莫騙啊。嗰日機會我就問清楚來，人聽講要去做生意冇？一間店咪行開個開冇，行開去賣睇，但唔是個人用嘅上好幾天呢。幾天一下就走咧，愛當艱苦咧，愛冇心情想。殺下來會做乜嘅事情？I'm 啲也係心情係讓人呢。你，我想要歇困，我需要歇困。
拜托你咯，莫安尼讲法好无？我今日第一眼看到你饲个样诶，我一生人就听表唔听。不过你饲冇错诶，你哋就唔是过下去诶。bạn記得冇？家媽行財，有班我想嘅老朋友去看天陽，唔想嘅東九，係喺我留下來照顧嘛。唔過我係太子。我家嘅事情，我多聽數，多費心，唔行講，用嘅難講嘢，係喺我壓得牙嘅壓下去，唔記得冇？我唔記得建議去啊，係啲這段時間哦。動辛苦了，也沒好。唔對啊！根本就唔係照顧媽係用嘅情誼。用按叫啊，现在较叫啦。可是嘛，最多问下唔父母啊。根本伊天时暗好呢。你要不要又叫出去来啊？从啊，伊从迄趟米店的盘条卡强下出去咧。你哪边啊？俺们唔知呢。佢就唔生朋友啦。唔知叫去哪邊啦？上來生一條，也冇一天數啦。媽，唔想生一條，我做得等唔呀？算了，哪有法度？小心啊，我做得。拜托了嘛。到嚟。多謝媽媽。我先要嘛。你做地冇啊？做的。媽，佢係噃，我個奶兩攤你嘛。一條動態唔會寒。聽下啦。 唔
起也下做些做东用的啊。俺们唔知呢，不过伊冲顺顺的，当要买东西给用的啊。迄太钱呢，我做款是起家落台啊。妈。理智，迄讲用嘛介困难，唔通爱留给天数，对吗？佢喺牙落台，不管用诶，我都爱支持佢。安尼。张海中年太气，我以为用诶。我知啦。不管爱去什么，妈关心的是有力气。有个事情，无同讲过。有嘛个好讲诶？唔免当日就爱用讲嘢哈，照顾妈，照顾你心。唔当日转来就会问爱，妈用用办么？你是用用办么？你心用用办么？你词穷唔是问讲，你唔用用办么？为到嘛，俺结婚结到金冰冰的，将我宠起，结果妈还去过生呢，你只有做事情呢，你又天天变到俺失职，不过你的行的要过下去呀，唔咩？俺15岁就伫下点行做事，为到做得照顾家庭，唔托高中托高职，为到结婚书没冇托嘅，一直做到今呢。你老妈强用啦，是我都将你起好你心啦。水仔我开唔开啦？冇插的啦。玲玲。你，淑芬，你做乜干嘛？较强诶！妈，我现在。妈，我现在。妈，我现在。注意啦！热泪砸半夜，热泪流来一家皮，想起路。热泪砸半爱，热泪家破带上衣，向